现主是咱台湾的音乐创作是真多元，无论是语言也是音乐的风格，拢真丰富。为着要鼓励少年辈当投入音乐的创作，文化部有举办音乐创作营，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，互人了解写词、写谱到录音，一条歌是安怎创作出来的。 创作歌手陈立兴唱出对妈祖婆的信仰，阁有乐团私募少年人，甲咧做布袋戏的爸爸写入歌内底。台湾的歌曲创作愈来愈丰富多元，文化部就举办音乐创作营，邀请专业的老师上课，互学生囡仔了解写歌的美感。访问，还是讲去散步、四界行行，看什么环境安尼，写出来歌就较有土地故事安尼。就是国外，还是各种各地，甚至是一寡地方的音乐。 对，所以就是家这的物件拢参做伙，打造出真侪无共的这的音乐风格。参加的学生有用吉他、拍鼓，嘛有琵琶、弦乐。虽然短时间无法度写出一条台语歌，但是嘛有受到启发。台语歌就是较趣味，甲别个歌无共款。以后若讲，因为我台语嘛算还可以嘛，阁会晓讲。若是讲做歌嘛是会使。指导老师表示。 这边的课程，互学生为写歌、录音到上台表演，大家透过音乐互相熟悉、互相交流，对音乐创作来讲是真好的经验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